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诗篇91篇14节安尼讲：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。因为伊捌我的命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三甲来祈祷，将阮安置伫安全所在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，学了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。你的信实到伫强冲，主啊，我要因你来欢喜快乐，因为你常常示露你的慈爱，互捌你、佮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是遐尔啊宝贝，阮要拢来美伫你实骨的保护下。主啊，阮要搁较疼你，也要搁较深来明白你，因为你永远讲，我若真实疼你的，你要解救阮。阮若捌你的名，你要甲阮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常常疼伊，搁较明白伊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